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有的观众朋友伫咧反映讲，国情啊有当叫啊新闻哪讲，目头就哪干。是啦，台湾哪会天灾地变遮尔济？互人感觉上毋愿就是天灾地变掠外，啊，佫有真侪是人恶作剧来所致。迄毋是天灾，毋是天意呢，是真侪遮会做官的人深受官商勾结的情形。啊，国情啊想到。100年前的台湾李安集览，日本时代总督府的长官所编一本俗语册，内底就有写一句俗语话，讲叫做“半世官，万世冤”。做官若不正，永早咱无得去讨公道。100年前只有用俗语来警戒，警戒讲你若好胆做官敢贪污，敢乌西摕人收礼，哇！即款代志安尼一直伫咧做，我甲你讲。半世官的万世冤，冤受的结袂完。啊，毋过时势咧变迁，但即马一人敢死，万人不敢当。啥物人敢为难人？即间厝你若无讲到我甘愿才要听，我绝对甲你扯拼，绝对甲你输赢。无嘛讲落去选一个议员甲立委，画出我的王窟。时代已经无共咯。过去国情原啊，甲你讲过一句俗语话，讲官断不如民怨。但即马万项都爱交代甲广防的安心，就亲像讲。台湾李安集览内底，原来有另外一句俗语，咧讲吼，若会做官，就会插你。是啦，原来有人即马讲了音顶打去，讲会做官，就会捌你，有影你。咱相信讲，毋是讲干那靠讲遮个清官明官尔，上介好，就爱靠现代制度。有影，历史长老老，你甲看，讲有史以来，讲清官嘛，甲出一个包青天尔。啊，毋过时代行到民主时代，倒一档做无好，你转票就甲换掉。所以，虽然毋是天灾地变，是人恶作剧，咱嘛望安怎样？望讲会做官就会捌你，真正爱调查真相，真正爱办无当的。无论讲是啥物人，过去捌收人乌洗的钱，过去捌算断着冤枉死的人，过去就做出迄款官商勾结的代志，致使甲结果，大家咧担当，大家咧受买。会做官就会捌你，你就要办互伊罪清虚现。你讲看有影无？台湾第3句的俗语，国情今日就要甲你讲，要甲你讲罪清虚现，因为才拄离开去，食到103岁的使命互你送，伊嘛捌亲身甲我讲过。伊讲世间无迄个双条理，你有理，伊就无理；伊若有理，你就无理。所以代志的真相，你甲我拢伫咧等待。